那之前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名相解释的时候，就是8月19的那一章名相解释的第10个呢，讲到说直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那时候人们就有解释到说，在藏文里面呢，就是加上介词和没有加上介词呢，这两者是有差别的。那加上介词呢，就是人们现在念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个弹舌的音。那没有加介词呢，就是没有那个弹舌音。那加上弹舌音和不加上弹舌音呢，在上文里面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们讲说直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就是显现的这个非非平呢是加上介词的，它不会显现不加上介词的这个非非平。那原因是为什么呢？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加上介词和不加上介词呢，它牵扯到了就是成立法以及遮显法的问题。那这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呢，就是它牵扯到了成立法还有遮显法。那我们知道说，以平时来说，就是直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那平字呢，我们知道说它是成立法，那非非平呢，它是遮显法。为什么呢？因为它遮显掉了非平值的这一分，然后呢显示出了平值，所以想要说呢非非平。那既然说一个是成立法，一个是遮显法的时候呢，那这两者呢，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量来说呢，就是一个能够通达平值的量来说呢，因为平值和非非平二者呢，它是一个量的直接性和间接性。所以呢，当这个量呢，比如说直平之量，直平之量呢，它在显现平值的时候呢，它直接显现了平值之后，它就会间接显示了非非平。那同样的，通达非非平的量呢，它在直接显现了非非平之后呢，它会间接显现平值。那所以呢，我们在先了解到呢，平时和非非平这两者呢，它是对一个量来说呢，是会成为它的直接所量和间接所量，就是一个是它的直接径，一个是间接径。所以呢，我们一个通达平值的分别来说的话，一个通达平值的分别值呢，我们知道说它通达平值，然后呢间接通达了非非平。那直接通达的平值呢，它必定呢会显现平值，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呢，它平值和非非平呢，一个是直接近和间接近，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通达平值的这个分别呢，它同样呢也通达了非非平，但是呢，它如果在通达非非平的这个时候呢，它又显现了非非平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平值它显现平值也显现非非平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两个呢都是成为直接近。因为在经典里面讲到说呢，直接通达和间接通达的差别在哪里呢？直接通达呢，它会显现这个径；间接通达虽然也是通达，但它不会显现这个径。所以直平之分别呢，它在通达了非非平之后呢，若是又显现了非非平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它是直接通达非非平。那这样子呢，它就不会直接通达停止了，所以这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说一个呢是直接通达，一个是间接通达。那一个是直接通达，一个是间接通达。那间接通达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不会被显现的缘故呢，所以它是间接通达。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直平分别中呢，显现为非非平。我觉得中文里面呢，就是把直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呢，在这个非非平之前加个为字呢，会比较好。因为呢，这样就可以区别出就是藏文里面有加介词跟没有加介词的差别。因为我们在讲到说直平分别中显现非非平呢，那就表示说它显现出来的呢是非非平。但是如果说显现为非非平的时候呢，就是显现是平字嘛，因为非非平它本身就是平字，为呢是是的意思。那在藏文里面加上这个介词呢，就是显现为非非平呢，就表示说它显现出来的是平字。所以显现平值跟显现是平值这两者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在直平分别中呢，显现为非非平的话呢，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因为加上这个为字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显现了一个
瓶子的异共项，它把这个瓶子的异共项呢，它不是瓶子，只显现为瓶子。所以讲到我们如果在中文里面呢，用直瓶分别中显现为非非瓶的话呢，会比较贴近于藏文。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分出呢，就是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和直屏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屏的差异。那直屏分别中呢，它会不会显现非非屏呢？并不会的，因为呢，非非屏呢是直屏分别的间接性的缘故呢，所以直屏分别它并不会显现非非屏。但是直屏分别中会不会显现为非非屏呢？它是会显现为非非屏的，因为它把瓶子的异共项呢，它不是瓶子显现是瓶子，所以加了这个为字之后呢，就显现是瓶子。那也因此呢，我们会讲到说，直屏分别呢，它本身是错乱的。为什么是错乱的呢？因为它对于字之显现性错乱，它将它的瓶子的异共项呢，并不是瓶子，但是把它显现为瓶子，就是显现为非非瓶，所以因此而错乱。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到说分别之呢都是错乱之的缘故。那我们在了解了瓶子之后呢，那同样的直柱分别呢，它会不会显现非非柱呢？并不会，但是直柱分别中呢，它会显现为非非柱。就是了解了一个之后呢，了解一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其他的法类呢都依此而类推。那为什么能够显现为非非品，或是显现为非非柱呢？那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分别之呢，会将瓶子的异共项，瓶子的异共项它并非是瓶子，但是呢，我们把它显现为瓶子，所以显现为非非瓶。所以呢，在这边第10个呢，直屏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屏呢，这个直屏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屏，它就是平时的异共项。所以我们一般在解释到分别字的时候呢，一定会解释到所谓的异共项。所以什么是异共项呢？平时的异共项就是直屏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屏，这个呢，就是第10个这个名项呢，它本身就是平时异共项的意思。还有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在名相解释里面呢，解释到一还有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经部中呢，就是解释到一和义的时候呢，就是如同我们前面之前所讲述到的一和相异的差别呢，就是个别之法呢，这两者是个别之法的话，它就是相异。那如果呢是非个别之法的话呢，它就会是一。那这个呢是在经部中它解释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来做解释。那等到了量论的部分呢，那量论在解释一还有相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当现起它的异共项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两者所现起的异共项是不同的异共项的时候，就表示是说这两者呢是相异的，它是以异共项的来做解释。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瓶子和瓶子。瓶子和瓶子现起的异共项呢都一样的缘故呢，所以瓶子和瓶子呢是一。那虽然说呢瓶子和金瓶，那金瓶和瓶子虽然说两者呢都是瓶子，但是金瓶所现起的异共项还有瓶子所现起的异共项呢是不一样的缘故，所以金瓶和瓶子二者呢是相异的。所以以量学来说呢，它是从异共项的角度呢，然后来去解释一还有相异的差别。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总测的话呢，就是提到说，一呢就是它所发出的能全声呢和意识两者呢都是完全一样的呢，那它就是一。那如果说能全声呢和它的意识呢两者之间呢有一个是不同的话呢，那它就是相异的。那以平直来说的话呢，就是平直和平直呢，它能全平直的声音呢和平直两者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平直和平直呢是一。那平直呢和金平呢，能全平直的声音和能全金平的声音呢，两者是不一样的缘故。加上呢金平和平直的意思呢也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平直和金平二者呢是相异的。刚刚呢，人气是先解释到说，那如果我们要
最容易呢去区别这两者是一呢还是相异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看它能权的声音呢是否是相同的。那就举到说无常和失误来说，虽然说无常和失误两者的意思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能够诠释无常的声音呢，我们无法听到事物。那同样的呢，能够诠释事物的声音呢，我们也无法听到无常。所以尽管呢，无常和事物这两者的意思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能全声有区别的缘故呢，所以这两者呢是相异的。所以判别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呢，就是看这两者的能全声呢是否相同。如果呢，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呢，能够诠释的声音呢是一样的话呢，那它就是一。那如果发出来的声音呢是相异的话呢，那就是不一样的话呢，那这两者呢就是相异。就是我们在解释到一还有异的时候呢，那就是同样的呢，我们上一堂课就讲说，讲到一的时候呢，会提到就是11种不同的这个一，那就讲述到呢，第一个呢就是繁体一，那第二个呢就是直一，第三个呢自性一，第四个体性一，第五个同性一，第六个繁体同类一，第七个直同类一，第八个陈述一，第九个陈述同值一，第10个关代实境自性陈述同值一，还有第11个呢就是意一。就是关于这11种义的呢11种一的这个解释呢，那我们今天这边呢就不多做解释。那接下来呢，看到就是上次所讲到的，就是第13个，还有第14个呢，就是虚位一，还有第11。那因为呢，现在所解释的部分呢是经部中，那经部中呢在讲到虚位的时候呢，它所指的呢就是非刹那刹那坏灭的法，也就是呢虚位它和常呢是同义的。那同样呢，只要是虚位的话呢，它就是世俗谛。那讲到虚位的时候呢，就会讲到第十。那这个第十呢，所指的呢，就是指生义谛，也就是呢无常的法类。因为我们只要说只要是存在的法类，它要么呢就是常，要么呢就是无常。所以虚位一跟第11呢，它最主要所讲述的呢，就是它的体性呢是常的时候，它的体性是常又是一的时候呢，那它就是虚位一。它的体性呢，如果是无常又是一的时候呢，那它就是第11。那所以在这里讲的虚位跟第十呢，并不是像说中观中在讲述到说，我们所显现的跟它真实存在的方式呢是不同的呢，称之为是虚位，并不是这种解释的方式，完全就是以说诸法在成立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常法，要么呢就是无常法。那只要非刹那刹那分灭的呢，那就是虚位的，也就是世俗谛。那如果说诸法呢是刹那刹那幻灭的呢，那它就是第十，也就是顺义谛。同样的呢，第15还有16个呢，只要说虚位义，还有第十义，就是虚位相异和第十相异。那同样呢，虚位的解释呢，就是如同上述所说，它也就是世俗谛，也就和常法呢是同义的。那第十呢，它所指的呢就是生义谛，那也是和无常法呢是同义的。所以只要是常又是相异的呢，那它就是虚位相异。那是无常又是相异的呢，它就是第十相异。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这里的，就是经部中所讲到的虚位一、第11，或是虚位相异、第十相异呢，我们只要搞清楚，就是虚位所指的就是圣义谛，虚位所指的呢是世俗谛，也就是常法。那第十呢所指的就是圣义谛，也就是无常法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搞错了。那接下来呢，就讲到第17个共相。那我们在讲到共相的时候呢，会连同志相呢一起做解释，就如同讲到一的时候呢，会讲到相异；那讲到虚位的时候呢，会讲到第十；那讲到共相的时候呢，会讲到志相。那在这里的共相呢，就是指经部中所谓的共相。那经部中所讲的共相呢，它和常法二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共相呢，和应成派在讲的共相呢，它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应成派，就是中观应成派呢，它的解释呢，我们之后呢
再来做解释。那这里所谓的共项呢，就是以经部中来说，它的共项是如何安立的呢？它所谓的共项呢，就是为分别心所安立。那当然，我们正常说为分别心所安立的时候呢，经部中会想到为分别心所安立，为事中也会，中观中也会。但是在经部中所讲的为分别心所安立的这个为字呢，它所要遮止的呢，就想要说遮止有作用之法。所以遮止掉有作用之法之后呢，它所能表示的呢，那就是没有作用的法类嘛。那没有作用的法类就一定是常法。所以这边呢，经部中所讲的为分别心所安立的为字呢，是遮止掉有作用之法，所以就是指到说，只要是共相呢，它是为分别心所安立。那遮止掉了有作用之法之后呢，那共相它就只能够是常法。人界就说今天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